如果你有跟開國際財經新聞嘅話呢，都應該知道 Trump 同埋現任嘅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不和噶啦。Trump 呢已經唔止一次想逼走鮑威爾，軟硬兼施咁樣想踢佢走。原因就係 Trump 覺得鮑威爾唔聽佢話，唔肯跟佢嘅意思減息。最新嘅消息係，預計今年5月左右 ，Trump 就好可能踢走鮑威爾，換上另一個大熱門嘅接班人 Kevin Walsh。呢單嘢表面上呢只係美國政壇嘅權鬥，但係實際上咧都影響緊香港人㗎，因為你供緊嗰層樓嘅利息，同埋你手上面揸住嘅港幣會升值定係貶值，都受住聯儲局嘅影響。想知道背後有幾大鑊？今集就即刻同你拆解。大家好，我係嘉嘉，歡迎嚟到環球觀察日記。睇財經新聞嘅時候，成日都聽到美國聯儲局呢幾隻字，都會覺得好遙遠，好似唔關自己事咁樣。但係當你知道 Trump 為咗爭奪呢一個機構嘅控制權，甚至搞到出晒面要喺今年5月換走主席鮑威爾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呢個機構絕對唔簡單。要睇得明呢一場大龍鳳，我哋首先要搞清楚美國聯邦儲備局，即係簡稱嘅聯儲局啦，究竟係一個乜嘢層次嘅存在？其實聯儲局就係美國嘅中央銀行，可以話係成個美國經濟嘅大管家。但係佢同其他國家嗰啲由政府全權話事嘅中央銀行好唔同，佢係一間半公家半私營嘅機構。你可以將聯儲局想象成一個大型嘅連鎖集團。呢個集團唔係由總部一個人話晒事，而係由3個部分組成嘅去中心化網絡。首先，集團嘅大腦係位於華盛頓嘅聯邦儲備局委員會，入面有7個由美國總統提名、參議院確認嘅理事。呢個就係充滿住政府色彩嘅總部，負責帶領成個系統嘅大方向。跟住，集團喺全美國唔同嘅城市，例如芝加哥啦、三藩市啊等等，開設咗12間地區聯邦儲備銀行。呢啲呢就係分店啦，負責喺自己個區嗰度收集情報、研究經濟數據，同埋監管當地嘅商業銀行。最過癮嘅呢，就係呢啲地區銀行嘅運作模式就好似私人公司咁樣，由區內嘅商業銀行持有股份。總部同埋分店加埋一齊呢，就組成咗呢個集團最權威嘅決策部門，叫做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ederal Open Markets Committee）， 簡稱 FOMC。平時我哋睇新聞聽到嘅議息結果，就由 FOMC 呢班人開會決定噶啦。不過呢12間分店入面呢，紐約分店嘅地位係超級無敵特別嘅，因為紐約呢係全球金融中心，聯儲局所有嘅買賣國債嘅前線操作呢，全部都係由紐約聯儲銀行嘅操盤手去負責執行。既然紐約分店經理呢係負責落場做嘢嗰個，咁啊當然呢次次都有份拍板，所以全場只有紐約行長係有永久投票權噶。佢嘅存在只係僅次於主席，所以呢，你亦都可以當佢係聯儲局嘅副主席咁樣去睇佢。美國國會為聯儲局訂立咗2個最重要嘅 KPI， 叫做雙重使命 （Dual Mandate）。第一就係要控制通脹，維持物價穩定，通常目標係2%左右啦。費事國民啲錢呢眨下眼就唔見晒。第二呢，就係要盡可能實現全民就業 （Full Employment）， 確保想揾工嘅人全部都有工開。既然要管好成個美國經濟，聯儲局手上當然有啲犀利嘅武器啦。要明白佢哋點樣出招，我哋可以將美國經濟想象成係一架超級跑車，而聯儲局就係個司機。司機可以用腳掣嚟控制車速，即係美國經濟增長嘅速度啦。而個油門呢，就係利息啦，即係聯邦基金利率 （Federal Funds Rate）。當架車行得太慢，即係經濟收縮、失業率高嘅時候，聯儲局呢個司機呢就會俾油，亦即係減息啦。咁借錢嘅息平咗，嗰啲大企業咧就會好樂意向銀行借錢，增加投資或者係請人。例如走去起多幾個超大型嘅 data center 嚟到搞 AI 啦，市民咧又會手鬆咗去借錢買車買樓，咁樣成個經濟體系咧就會熱鬧翻啦。相反，如果架車開得太快，通脹飆升，物價貴到離晒譜嘅時候，司機咧就要踩迫力啦，即係加息啦。利息一高咗，大家咧就會慳住使，企業嘅投資咧亦都會縮水。經濟嘅熱度咧就自然會降落嚟啦。除咗玩利息呢個油門同埋迫力之外呢，聯儲局仲有一招叫做縮表，即係縮減資產負債表。你可以將聯儲局想象成為一個超級大地主，之前為咗救市，佢狂印美金去買入大量嘅國債同埋按揭抵押證券，就好似瘋狂掃入樓盤收租咁樣。而家佢想抽走翻市場上面多餘嘅資金，就決定唔再買樓啦，甚至乎係等啲租約約滿之後咧就直接訂貨套現。當個大地主大規模咁樣抽走資金，市面上流動嘅錢呢就會變少，
借錢嘅成本咧就會變相增加。咁究竟聯儲局呢個司機幾耐會落一次決定呢？原來佢哋咧係有固定嘅揸車時間表㗎。聯儲局一年通常會舉行8次常規嘅議息會議，大約每隔6個禮拜咧就會開一次會。你可以當呢8次會議咧係幫美國經濟做個定期嘅身體檢查。每次會議咧通常都會開2日嘅。第一日大家就睇下啲失業率啊、通脹啊呢啲驗血報告啦。第二日咧就要討論使唔使開藥啦，即係加息、減息定係維持不變。當然遇到金融海嘯或者係之前疫情嘅呢一啲突發事件呢，聯儲局係有權隨時加碼召開臨時會議，即刻拍針救市嘅。講到開會，大家平時睇電視見到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企出嚟解話，個款呢就好似佢一個人話晒事咁樣，但係原來呢，只不過係一個錯覺嚟嘅啫。每次議息會議雖然有19個高層坐埋一齊傾偈，包括7位華盛頓理事同埋12個地區行長，但係真正有權舉手投票拍板嘅，原來只係得12個人。呢12張選票入面係由7+1+4嘅結構組成，7張係歸總部嘅理事，咁當然就包括埋主席嗰張啦。另外一張咧就係歸紐約行長永久擁有嘅，剩低個4張選票就係由其餘11間地區行長每年輪流爭奪。喺法律層面上面，鮑威爾雖然係主席，但係佢手上都只係得1/12嘅選票，完全冇特權嘅，亦都冇最後一票嘅否決權。聯儲局採取嘅係少數服從多數，即係任何加息、減息又或者係維持利率不變嘅方案，都要攞到最少7票先至可以過關。萬一大家拗到面紅耳熱，出現咗6-6平手嘅局面，咁點算好呢？技術上嚟講，如果攞唔到半數，嗰個方案咧就會直接胎死腹中噶啦。不過喺現實世界，聯儲局係極度唔想見到呢種平手嘅僵局噶，因為咁樣會令到全世界嘅投資者覺得聯儲局自己內部都冇共識，會引起市場嘅恐慌。所以鮑威爾嘅真正實力並唔係嚟自佢手上面嗰張選票，而係佢作為大佬嘅非正式權力。佢喺正式開會之前嗰1個禮拜，會親自逐個打電話俾有投票權嘅成員去摸底。佢會聽晒大家嘅要求，然後喺心入面計好條數，盡量喺正式開會之前砌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嘅中間方案。到咗正式開會嗰2日，佢會負責擬定討論嘅大綱，引導所有人去達成共識。通常主席都會係最後一個發言，提出一個有信心可以攞到7票以上嘅方案俾大家表決。就係靠呢一種超強嘅溝通同埋游說手腕，鮑威爾先至可以將自己心水嘅利息方案順理成章咁樣變成聯儲局嘅最終決定。如果真係有啲官員死都唔肯制，嗰個官員呢仍然係可以投下反對票嘅。呢個反對聲音呢係會被記錄在案，之後呢就會向全世界公開，證明聯儲局並唔係主席一個人話晒事。既然會議室入面暗藏咁多角力，市場同埋分析員又點會放過任何可以預見未來政策走向嘅蛛絲馬跡呢？每逢議息會議完結嘅嗰一刻，聯儲局就會即刻公布加唔加息嘅結果噶啦。但係對分析員嚟講，淨係知道結果咧係絕對唔夠喉嘅。佢哋會好有耐性咁樣等足3個禮拜，為嘅就係等聯儲局公布嗰份極度詳細嘅議息記錄。呢份記錄咧就好似一套懸疑電影嘅深度劇本咁樣，入面記載晒嗰2日19個官員喺會議室入面到底嘈過啲乜嘢嘢。分析員會攞住個放大鏡喺字裏行間嗰度捉心理，佢哋會睇下有幾多人投咗反對票，因為反對嘅聲音越多，代表內部路線分歧越大，分分鐘係政策準備轉向嘅先兆。佢哋又會對比今次同埋上次嘅字眼有啲乜嘢微調，例如將通脹放緩改做通脹頑固，市場呢就會即刻估到下次加息嘅機會好大啦。除咗睇議息記錄，市場仲有一幅終極尋寶圖，叫做點陣圖 （dot plot）。聯儲局每隔一段時間呢就會公布一次經濟預測，入面呢有一幅點陣圖係會匿名顯示每一個官員預計未來幾年利息係會行去邊一個位。如果幅圖嗰啲點點全部向下沉，咁大家就會知道呢未來借貸嘅成本呢就一定會跌啦。除此之外，班分析員仲會好似狗仔隊咁樣留意住啲官員平時出外演講嘅口風，同埋有一份叫做協皮書嘅全美經濟調查報告，將呢啲所有嘅零碎線索拼湊埋一齊，市場就可以快人一步洞察到未來利息同埋美金未來會升值定係貶值嘅走向啦。了解完聯儲局咁嚴密、咁講求數據同埋共識運作嘅機制之後，我哋就可以理解到點解 Trump 咁想換走鮑威爾啦。Trump 一直以嚟嘅施政理念就係要股市大升、經濟極速起飛。喺佢眼中，鮑威爾咧實在太過死板同埋太過保守啦。
Trump 覺得聯儲局將利息定得太高，去到要減息嘅時候咧，反應又唔夠快，根本就係拖住美國經濟發展嘅後腳。再加上 Trump 希望將美金貶值，等美國出口嗰啲貨可以買得平啲，生意好啲。但鮑威爾咧就死守住聯儲局獨立政治嘅神聖光環，佢堅持要睇住通脹數據嚟做人，寧願頂住白宮排山倒海嘅壓力，都唔肯妥協去迎合政客嘅要求。為咗去除呢一口眼中釘，Trump 咧就睇中咗 Kevin Warsh 呢個曾經喺政府同埋投行任職嘅經濟學家。Warsh 之所以得寵，係因為佢度出一條堪稱神級嘅連環政策。佢主張喺利息方面可以盡量配合白宮嘅要求，大幅減息去推低美金同埋谷起個市，令到老闆開心。但係為咗保住央行要控制通脹嘅底線，Warsh 同時主張喺背後出手縮表，即係極速拋售手上面嘅資產去抽走市場過剩嘅資金。呢一招表面減息，暗中縮表，完美咁樣將政治需要同埋財經紀律撈埋一齊做瀨尿牛丸。對 Trump 政府嚟講，換上 Warsh 既可以對外認叻話自己成功爭取到低息環境，又可以避免到通脹失控搞出個大頭佛，簡直係一石二鳥嘅絕世好橋。睇完呢場華盛頓嘅權力遊戲，大家係咪覺得原來高深莫測嘅財經新聞背後其實都充滿住人性嘅計算同埋政治博弈呢？聯儲局每一次加息、減息或者係縮表，從來都唔係一部冷冰冰計數機撳出嚟嘅結果，而係一班擁有最高權力嘅人喺數據、理念同埋政治壓力之間互相角力嘅產物。睇得通呢一啲財經大局，以後你決定幾時入市、幾時做定期，甚至乎係幾時兌外幣去旅行，都會比其他人更加通透啦。好啦，今集就講到嚟呢一度。你覺得 Trump 政府如果真係換上自己人做聯儲局主席嘅話，美國經濟會變好定係變壞呢？第二，如果你係嗰位擁有永久投票權嘅紐約行長，面對依家嘅經濟，你會揀控制通脹優先啦，定還是係保住國民嗰份工先呢？第三，對你個人嚟講，你會中意高息環境做定期穩陣收息啊，定還是係低息環境去借錢投資呢？歡迎你喺呢條片下面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啦。如果你都想支持呢個用廣東話講國際時事同埋財經新聞嘅 channel， 就記得 like 呢條片、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啦。我哋下條片再見。